要有效咁善用市場力量，必須先行了解市場。但唔少官員未必完全充分咁掌握，甚至冇嘗試去了解市場實際嘅運作同埋最新嘅情況。喺擬定有關嘅政策條款同埋處理審批嘅時候，過分着重監管管控同保障政府自身嘅利益，忽略潛在參與者面對嘅困難同埋考量，導致相關嘅政策同計劃欠缺足夠嘅吸引力。喺市場唔明朗嘅時候咧，推出市場後，往往無人問津。發展局最近就北部都會區嘅3個片區開發試點，以及3個島嶼同埋海岸旅遊項目，邀請市場提交發展意向書，有助政府及早了解潛在參與者對項目嘅憂慮同埋建議。希望當局能夠虛心咁聆聽市場嘅聲音，與參與者分擔風險，採用我提出嘅改以分成嘅制度嚟收取地價。美國對我國包括香港近期發動嘅關稅貿易戰，正如夏寶龍主任指出，係極其橫蠻霸道同埋荒謬無恥，目的係中斷中華民族嘅偉大復興，破壞特區嘅繁榮穩定。面對大是大非，我哋更加要堅定團結，對國家、對香港、對未來有信心，共同努力克服困難，善用香港嘅獨特優勢，更好把握國家發展帶嚟嘅機遇，令香港嘅經濟可以再次起飛。